最近受到以下战争的影响，黄金甲美金隆重的起价，尤其美金对台票是起价32块，这嘛，互进口的电器是愈卖愈贵。电器工会表示，年底以后，包括冰箱、洗衫机这寡进口的电器，恐惊爱起价起价5%才多，是有史以来起上这一摆。外形时行溜达，不管放伫厝内倒位，拢真好看。这是韩国的家电品牌全新推出的空气清净机，除了有清净机的功能，也有低档啊、无线充电，也甲气氛灯，不论是外观还是功能性，拢真合现代人的需求。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茶几提供干净的空气，然后让小朋友在上面，不管是吃饭啊，或者是学习，都可以透过它去做一个搭配跟使用。也有这台上新的高阶110寸电视，卖449万，要来抢高级厝体的市场。到像我们后面这一台，现在就主打金字塔顶端的 OLED 的77寸这一些，我们现在是主打说它有声控。今年拢总4天的台北电气空调店开始，吸引不少人来看店的民众，也拢希望会当抢到好康的。洗脱烘，我觉得很目标很明确，这是第一站，后面还要再看啊，多比较。只是美金较贵，台票落到32块。这原来互进口电器愈卖愈贵，尤其是最近阁拄到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，互黄金甲美金拢起。电器工会就坦白讲，年底过了后，进口家电恐惊会阁起5%。我们成本从今年以来确实有遭遇到很大的挑战。我们现在也有在考虑，可能在年末的时候会有一波的可能的涨价的一个考虑。我们以前是以台币28块兑换美金在计价。那现在已经超过32.4块，涨幅将近15%。那目前有空调品牌大金调涨2到5%，那Panasonic 窗型的也有调涨2%。电器工会表示，这届调悬的幅度是6年来上悬的一届，包括生活家电、冰箱、洗衫机，拢有一定调整的幅度。在高通货膨胀的时代，来势点燃的民众一定爱算盘小得志。加比较才会当升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